大家好，我係傑特，繼續係敗家報告。今次敗家產品咧係最貴噶啦，呢個 iPhone 17 Pro Max 橙色嘅256G，再加埋 Apple Watch Ultra 3，好肉赤。因為就算扣咗部機回送翻去 Apple， 扣咗6000蚊都要成萬蚊嘅加埋。嗱 ，Apple 換機 App 咧就有兩種嘅，已經咁講啦。即係換 iPhone 咧，一般有兩種形式嘅啫。一種咧就好似我老豆或者我喺日本朋友咁樣，用到部機殘啦，用部機真係唔用得啦，即係系統完全冇更新啦，玩機太大粒啦，咁就冇計，咁焗住換。通常用6-7年嘅，因為 iPhone 本身佢嗰個更新嗰個時間好長，可以隨時6-7年，佢仍然要俾最新系統。當然啦。新 OS 未必有啲新功能，佢舊機用唔到，但係起碼要更新啦。呢種好似我咁樣，1年至2年換一次，因為佢 Apple 退機咧，如果你1至2年嘅話咧，佢基本上部機仲值翻一半價錢嘅啫。例如話係我部舊嘅 iPhone 15 Pro Max 攞翻去 Apple 換機，回收4500蚊，即係話2年時間內1年用3000蚊，即係除翻開。如果咧部機用7年嘅話，1萬蚊除起嘅話咧，就等於用1個月1年用千零蚊，即係話鬼賠。值唔值咧？就睇你自己心態啦。因為我自己原則就係一部手機，日日用，時用，一日攞起碼用4-5個鐘頭嘅咧，唔好慳，用最好嘅。唔好用自己發火或者要將就用。日用嘅嘢唔好慳自己，除非冇錢啦。冇錢嘅冇得講，但係有錢嘅話。用最好嘅，呢樣我自己原則啊，可以自己負擔到嘅，唔爭在。嗱，講翻正題先啦。部機出咗2個禮拜噶啦，開箱片通街都係，又刮機啦，又搣機啦，又 AI 整到佢爆晒水啦，總之咩花樣都有。咁我就唔做啦，因為我都做唔到咁嘅技巧。咁我純粹講下，我用咗2個禮拜，又攞去日本旅行嘅實際駕駛感覺。嗱，先講顏色先啦。好多人一開始睇條片話橙色好核突，又大花會橙又乜又乜。嗱，實際上你睇下啦，係好靚嘅隻橙色。呢方面咧 ，Apple 產品一個大家好少留意嘅特色就係佢唔能夠淨係睇佢嗰個相或圖片，你實際上攞過上手，摸過上手，你先知道質感，因為佢嘅顏色其實配合個質感，嗰啲金屬嘅紋理啊咁樣咧，先睇到嘅。你淨睇用 App 裏面睇嘅 AR 片啊咁樣咧，睇唔到。實際上佢簡直好靚，等於有啲似佢好過之前Apple 出嗰隻黃叫做土豪金。其實土豪金都靚嘅，即係土豪金佢出嗰隻金色咧唔庸俗，呢隻都係佢橙色唔庸俗，好靚。呢樣嘢係我喺日本去同我朋友收銀仔食飯嘅時候，我俾佢睇過，推佢落坑，佢話佢都話但係話比上中靚好多。所以咧 Apple 產品咧唔好淨係靠睇片或睇相，或者睇網上啲開箱片，最好就去 Apple Store 實際攞部手機上嚟睇過摸過，先知道佢好定唔好嘅。嗱，手機其次就手感啦，因為佢本身今次咧特色就係咩啊？佢各位啊磨完咗啊，所以攞上手好舒服。佢真係吸引你攞機行嘅。當然啦，一部成萬蚊嘅手機你攞機通街行嘅話咧，係呼咗出好大勇氣，因為一手地，一唔使一挫俾人一撞咧跌咗落地咧就屙不甩噶啦。所以咧，就算官方都唔建議攞機，我更加唔啦。我自己問個套咁樣套住，佢套住有個手機環咁樣扣住。去到任何時候咧，就知尾咧都扣住嘅，咁就俾人哋咧喺街一撞，你都唔會成部機跌咗落地啊嘛。即係部機唔散，你雖然話佢而家部機好堅硬，佢話，但係崩咗隻角，花咗，你都肉痛啦。即係唔好話買部機一個月，你話一個月2個月散咗，真係好弱好慘噶啦。班風好襟嘅。一般嚟講，如果係拜一咁樣，如果套咗外殼嘅話咧，我部機我用得咁粗，用咗2年都冇花到。就污糟啫，好難得噶啦。至於傳聞中會用 Mon 貼整壞 Mon 咧，呢個好多人都知噶啦，呢個流料嚟嘅。咁 Mon 貼一定會用，因為 Mon 貼本身唔係話防花，係特厚 Mon 貼咧，佢本身係其實有少少叫防衝撞作用嘅，即係話佢對直接跌落地嘅時候咧，
如果佢係 mon 貼夠厚夠硬嘅話咧，佢會卸一部分力嘅，亦都好重要。呢個係我之前試過啦，跌咗落地，見到 mon 貼碎咗，個鏡片冇事嘅，哇，好險！mon 貼百零蚊，部機成萬蚊，邊樣值得啊？就咁簡單啫嘛。嗱 ，iPhone 16今次 iPhone 16開始咧，就追加咗叫快門掣，就呢個好處就咁樣啦。嗱。即係撳就入唔到啦。呢樣嘢咧，有啲人話佢冇用，但係我喺日本用咗4日咧，發現咗就非常有用。以前手機咧影相一個麻煩就係咩？你首先攞部手機，打開個 app， 然後撳。你如果用手指紋又好，密碼又好，面部面部辨識又好，你都要打開部機，然後嗱咁樣啦。佢有個掣啊嘛，你話你唔打開部機撳呢個掣。我唔記得咗，嗱，要撳實佢嘅，撳佢就開到啦。但係唔方便嘅，因為你要首先你要打開部機，你要撳呢個掣，然後先再去影相。一影相咧仲有喎，你要撳中間個圓圈喎。咁咧就其實幾違反咗所謂影相影相人嘅習慣嘅，因為我對相機嘅方法就係咩啊？拉隻手，或者咁樣，呢個動作咧，雖然話就係睇嚟好似好少一個動作，但係有咗快門掣嘅話咧，你部手機同一般相機就好接近啦，就係攞上手一撳即開即撳即影，影相嗰個感覺爽好多，少一個步驟差好遠。所以呢個掣咧，如果對你係成日需要影相或者你係街度寡拍嘅話咧，一攞隻手影完咧好方便。我喺日本 GS 用呢樣掣影相咧，係用到哇好爽。非常爽，我覺得當16嗰時，我亦加咗一隻，我唔知點解，我唔知道個掣可唔可以邊用過之後，我知啦，真係好爽，無限地接近手機嗰個相機啊，無限接近相機影相嗰個手法。而嗰個影相今次最大功能就係咩咧？3個鏡頭全部4800萬像素，以前咧就只有28mm 嗰個主鏡頭咧先有咁嘅待遇嘅啫，其他嗰1200萬。咁好啦，你算佢就算最高個5倍速，你算到最盡都120mm，都係1200萬像素。但係今次咧，佢連遠攝鏡頭都係4800萬像素，而佢咧酸遠咧其實即係 crop 相就出到2400萬，就200mm，即係話100mm 咧就4800萬，200mm 就2400萬。我喺TGS 上面影EX5 Air。用到8倍酸落去都好清，冇起格，好好。真係如果你話唔係特別需要好即係你想影靚相，純粹叫做咩去旅行影下啲街，影下啲打下卡啊、自拍咁樣嘅話咧，手機已經係呢部手機真係好正。當然啦，你冇得同相機比嘅，即係如果你話追求影相嘅畫質。追求佢嗰個光學能力表現嘅話咧，相機永遠係優秀嘅，因為相機我應大家都知嘅啦，就係一張相有幾靚，其實睇最大嘅因素就係佢嗰個CMOS有幾大，CMOS越大畫質越好。咁手機就算你俾1寸都好啦，你都係冇可能同 APS-C 甚至全面幅比嘅。但係重量呢部輕好多，就算我 R8 咁輕啊。我加支鏡頭啊，都成800幾900 gram 啦，但呢部機200 gram， 我隨時插褲袋就走去行啦，冇得比噶。甚至我而家拍片嗰部機都成400 gram 啦，佢已經好輕噶咯。當然，我Canon V1 佢係用佢變焦係喺摩打變焦嘅，咁係另一樣嘢嚟嘅。嗱。由13mm 到200mm， 基本上就即係咩咧？所有你要拍嘅素材嗰個焦距都齊晒噶啦，冇咩好挑剔噶啦。加上 Apple 本身佢影相功能從來都好靚嘅，所以呢樣嘢咧，不論你拍片又好，影相又好咧，又係去到一個叫冇得彈噶啦，即係絕一般用途。重申一次啊，你唔好攞住啲 APS-C 相機，甚至攞部我而家拍片嗰部M43相機嚟比，但係。如果純粹就係方便性，
啲畫攞擺上 Facebook 啊，或者擺上 X 裏面俾人睇嘅話咧，絕對見得人，絕對冇問題嘅。嗱，呢個前面呢個好似係咩？前面1800萬像素升級度，以前咧就1200萬就長方形嘅，而家就1800萬四方形。但係嗰個係咩啊？佢唔係將長方形嘅像素加大咗，而係將長方形兩邊擴大咗。咁嗰600萬咧，其實左右嗰兩邊嚟嘅。好處就係咩啊？佢自己會自動就中，即係嗱個樣你移左移右咧，佢個位佢幫佢自動就中。同埋，如果你自拍，你身邊有人嘅話咧，佢自動將直倒變成橫平，咁又可以影更多嘢，又好方便嘅一樣嘢。即係你唔使下咁樣打橫個手機影相，絕對冇，即係又係啲叫做你唔係好覺得，但係用咗出嚟就好順手嘅嘢。當然啦，嗱，呢部機我會換咧，其實除咗攝影其實唔係最主要原因，最主要原因就係 Qi 25W 無線充電。之前咧用有線充電都係27W嘅啫。如果你用無線充電15W，但係今次咧無線充電去到25W嘅話，即係表示話你用無線充電速度同有線速度一樣咁快。至於佢有線速度咧，今次咧就加到差唔多近40，一般火牛。如果你用佢原廠嗰個原廠嗰隻特製火牛嘅話咧，最高叫做咩 USB PD 3.2 AVS 嘅火牛啊，好長啊！暫時咧就得 Apple 出咗啫，其他廠未出嘅。如果用呢啲火牛嘅話咧，佢能夠間歇性地去到60W。當然你可以同我講話大陸啲手機去到100W都仲有，但係我唔敢攞100W嘅電源充做手機，爆炸唔係講玩嘅。但係 Apple 我信得過佢唔會亂咁嚟，同埋就係60W，佢而家咁樣。如果你用佢最快嗰個專用火牛叉嘅話，1個鐘頭叉滿佢，好快噶啦。以前叉成2-3個鐘，而家1個鐘搞掂。甚至上一代16得個半鐘，15啊，都係1小時45分。佢而家1個鐘頭10分鐘左右就叉滿啦。即使唔係去到咁快嘅，一般40W火牛，因為佢本身快咗10W嘛，因為佢之前15 Pro 就係27W，我而家就40W，咁快咗咧都快咗成快咗成2成嘅。即係1個鐘頭1個鐘頭10分鐘嘅話，70分鐘嘅話，佢都可以80分鐘90分鐘，即係再短啲係咪講錯咗啊？即係如果係以前1個鐘頭以前要成100分鐘嘅話，佢80分鐘，又係好明顯嚟嘅一個叫進化嘅。對於去旅行嚟講咧，充電越快梗越方便啦。即係我喺機場啦，或者沙巴咁樣，我即係插個火牛充滿佢，即刻行得啦。至於咧容量方面，佢而家基礎咧。就係256G，對我嚟講夠用嘅。即係如果你話你好多手遊 game 又玩原神，有乜又乜，每隻手遊 game 行啲幾十 G 嘅話，咁啊梗係唔夠啦。但係我得一隻 FGO 就得10幾 G 嘅啫。我唔打機嘅，拍啲片啊、拍啲相嘅話咧，我一翻到香港咧，翻到屋企用公司嘅話咧，我將佢搬咗落電腦度用 Lightroom 啊去管理。咁就唔使話咁高電，即係我用嘅就唔使好多嘅。我部機用咗咁一直以來都係100G左右，好多噶啦，甚至我會自己鏟啲啊。即係對，所以對我嚟講，26G好夠。但係有啲人係唔夠嘅，又有啲人好中意咩啊？將佢一生所有相塞晒落部機度，咁你咪買512甚至1G咯。但係好唔建議你咁做，除非你本身用咗 iCloud 又擺咗個2T pen，將你所有相 backup 掟晒上 iCloud 度。唔係嘅話，你部手機一唔見咗或者壞咗攞唔翻啲相嘅話咧，你嘅所有回憶就冇晒噶啦。但係有啲人咁做㗎，所以我係極度唔建議啲人完全唔 backup 手機上面嘅資料，除非手機資料係可以唔見嘅。唔係嘅話，俾啲錢每個月俾咗百零蚊買用 iCloud 1T 又2T 又好，將所有資料 backup 晒落去。即係如果你多當然啦，睇你要幾多相啦。好似我咁樣。我200G 嘅話，我同我老豆一齊分，都仲夠用有得嘅。嗱，至於實際使用方面，有啲人話部機冇分別，係部機係冇分別嘅，即使用咗 iOS 26，但係 Apple 嘅產品咧就係冇分別。佢嘅Apple 一直咁多年嚟有一個好少人會講到嘅原則就係，佢唔希望用家每一次換新系統嘅時候都要適應一次。你用翻 OS 8個，如果你即係你使用到你30年前用嘅電腦，30年嚟冇接觸到咩？
你而家用翻咩？你用翻 OS8 嗰個概念去玩，即係 OS8 嗰條快速選擇巴咁樣，而家變咗 dock 啦。跟住你個畫面左上角個蘋果依然係揾咗指令一樣嘅。Apple 咁多年嚟，部就算系統點樣換都好，佢基礎操作其實分別唔好細。你用當年嘅iPhone 3GS 到而家iPhone 17 Pro， 你用過一次之後，你基本上你知道功能擺喺邊度，你點揾？當然啦，細節會要唔同啦，但係大致上嗰個方向咧，你好容易揾到。你將佢學習成本減到最低，即係嚟話我老豆咁樣，我叫換新機好簡單咋，佢就過晒資料落去，跟住部新機即刻開，佢即刻用。我唔需要重新教佢點樣去揾啲資料啊，點樣去教個機，點樣去識嘅嘢，唔使教，完全零成本嘅，冇問題嘅嘢唔好搞佢，係 Apple 嘅做法。所以啲人話佢 Apple 冇創新，食老本呢樣嘢咧多鬼餘。Apple 就係咁樣，你創新就點啊？好簡單就係 Windows 每一次大創新，你咪一樣罵聲，又話啲嘢唔去咗邊，又乜又乜，係啊，夠創新啦，又唔用，你咪鬧。所以咧，唔好相信所謂咩冇創新唔好冇嘢，其實咧用家需要嘅唔係創新，係安定係穩定感。我要部機就咩？一攞相機一插一部機，即係資料搬晒過嚟，我即刻可以去做嘢，即刻去街去買嘢去影相，我唔需要花時間去揾下點樣設定啲嘢啊，點樣機卡嘢，冇需要嘅，亦都唔係咁樣做法。至於嗱，另外佢有一個咧，佢今次換咗鋁合金外殼，輕咗嘅，摸上手冇咁重。當然咧，加咗外殼，其實加咗個保護殼，其實差唔多嘅啫。呢啲嘢我呢個亦都唔係差好遠。啊，係啦，幾乎唔記得咗。今次嘅電係多長咗嘅，雖然我唔知道長咗係咪真係長咗咁多啦，我覺得係長咗啲嘅。但係考慮過部機之前嗰部機用咗500幾，差咗500幾600幾枚，舊電嘅健康度得翻90%。咁扣除咗可能係純粹部機嘅電節電咗啫，但係我覺得呢部機嘅電力係長咗，好用咗嘅。去行冇咁快要叉電。當然插電快咗，都仲重要啦。好啦，咁講埋咧就講埋隻 講埋隻 Apple Watch Ultra 啦。佢變化就好細嘅，除咗畫面大啲咁多，同埋加血壓感應之外，基本上同第一代冇分別。我換嘅原因就主要就係咩啊 ？Apple Watch Ultra 1用咗4年啦，舊電開始有少少頂唔順啦。咁反正換換不如成換隻新嘅啦。因為佢而家6000蚊，咁扣1600蚊，都就4500蚊。咁諗下，一隻錶用4年，1000零蚊，即係1000蚊用1年 ，OK 啦。同埋佢電又長咗42個鐘頭。去旅行咧，尤其我中意坐夜機嘅人嚟講，我嗰日我朝早翻工，跟住夜晚直接去機場，去第二朝去日本，跟住夜晚，咁可能就差唔多48個鐘頭。如果隻錶電力唔夠嘅話咧，中途要叉電就好麻煩。所以咧，我買Ultra原因就係佢夠電夠長。其次就係咩？佢好硬淨，佢依然用緊鈦合金殼嘅。我9隻Ultra 1俾我攞嚟又搓又唔去到後嚟我唔見咗嗰個保護殼啊，又撞又刮，塊藍寶石玻璃完全冇花到，個殼花咗係輕花嘅啫。但外表唔係好嚴重，即係唔會話好明顯嘅形象，只會有一粒粒突，但係唔會話好影響到你嗰個觀感。好硬淨，對於我呢個好粗用嘅人嚟講非常重要。同埋佢本身嗰個跑步運動功能都幾齊全噶啦，而家仲加埋心率區間呢啲嘢，即係話如果你唔需要特別去到好似加棉嗰啲，有俾你輸入啲訓練程式啊，各種跑步啊，或者係用心跳帶嘅話咧，Ultra 來就跑步手錶參加馬拉松比賽都 OK 得嘅。游水當然好啦，佢都可以游水啊咁樣，亦都唔擔心，所以咧。我買佢哋嚟講咧，我覺得呢個喺某意義上面，其實佢可能比 iPhone 仲實際。好啦，咁大致上差唔多啦。咁我嘅講法就係咩咧？如果部機你係 iPhone 15之前嘅話咧，換機啦，3年4年到咧，差唔多換機嘅。即係日本度食飯成日同收銀姐講，我再推佢推坑就係買啦。你部機用咗好耐噶啦，當你部機玩咗開，你部機用咗咁耐，佢唔計好10仲更早嘅。你除非你話。你除非你話部機有感情，你部機幫我擋咗子彈，或者你部機係你救命恩人送俾你嘅，咁我講。如果自己買嘅話，換咪換咯，又唔係刮。如果俾得起錢嘅話，俾唔起錢，我唔會寄換腎嘅，即係賣腎。香港冇人買嘅，但係
分期款都 OK 嘅，而家反正而家周圍啲電話公司都水你出機價，咁咪上台價咪當公機咯。好啦，咁大致上就講到差唔多啦。咁下一次咧就睇下AirPods Pro 3，因為未有貨，咁我未有錢訂，所以暫時未訂住。咁等到有貨翻咗嚟嘅話，我會做測試嘅。同埋嗰時應該佢有中文佢嗰個翻譯AI 翻譯出咗噶。咁我實際睇下，呢個係重點嚟㗎。雖然話15 Pro 都支援，Pro Max 都支援AirPods Pro 3嗰個智能翻譯，但係咁17 Pro 佢部機速度更快，就12GB RAM 佢內建 RAM 啊，咁更快，因為我覺得會效果更好啦。咁等到佢下個月翻有貨大貨翻啦，咁我就等佢出埋iOS 26.1，佢可以智能翻譯嘅時候，佢支援中文，咁我試下睇佢廣東話翻譯好唔好啦。好，今日到此為止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